Hello，大家好啊！歡迎嚟到鳳凰島，我哋嘅心靈避風塘嘅環節。今日想同大家講下，我哋嘅命啊，其實係咪命中注定嘅呢？咁我哋嘅運數有冇辦法去改變呢？嗱，佛陀呢對命運是否能改變呢一個問題呢，喺好多經典入邊呢都有深刻嘅解釋嘅喎。總結佛學嘅觀點呢，我哋都有以下幾個核心概念可以去理解下嘅，睇下大家又同唔同意呢？嗱，佛教呢其實呢就係不承認絕對固定嘅命運嘅喎。佛陀呢係有明確咁樣指出呢，業啊karma呢係非命定嘅，即係話呢，人嘅命運呢唔係天注定，亦都唔係不可改變嘅喎。佛教呢係承認因果報應啊，但係呢就更加強調業可轉變，因緣可改造，所以呢其實係非宿命論嘅。業力同因果呢，其實喺佛學裏頭呢係命運嘅基礎嚟嘅。咁佛學亦都係認為呢，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這事；欲知來世果，今生作這事。意思就係説明命運啊，即係果報呢，係由過去同埋現在所做嘅業力，即係我哋嘅行為啦、思想啦、言語啦所形成嘅。而業力呢，係可以透過修行啦、懺悔同埋行善呢嚟轉變嘅喎。咁啊，至於佛學裏頭嘅三世因果同命運嘅可造性啦，佛陀有教導三世因果係過去世啦、現在世啦同埋未來世嘅。咁呢三世表示乜嘢呢？過去呢嘅造業係會影響今生啦，但係呢今生嘅選擇同埋行為呢，亦都會影響未來嘅喎。咁所以呢，佛陀呢有講過就係，若果今生啊持續修善業、修心積福報呢，係可以扭轉部分甚至係重大嘅業報喎。咁至於一啲佛陀嘅經典嘅例證啦，例如喺《集阿含經》入邊有講過，若業定者則無修行，若業定者則無作善惡。嘅意思呢係，如果業力係不可改造啊，咁一切修行努力咪變咗冇意義咯。所以佛陀呢其實係有好明言咁樣講呢，業力係不是永恆不變的，而係可以由今生嘅修行啦、修持去轉變嘅喎。咁我哋會問啦，咁係咪即係轉命可以不求人啊？可以靠自己可以轉命呢？咁睇嚟其實係可以嘅喎。嗱，以下呢啲方法咧，又同大家分享下。嗱，根據佛學嘅講法咧，轉變命運咧係可以有以下呢啲方法嘅。首先咧就係持戒修善啦，即係減少惡業嘅果報，即係做少啲衰嘢，做多啲好事啦，做多啲善事。第二咧就係誦經懺悔啊，淨化內心，轉化負面業力，即係正面啲諗嘢啦，多啲正能量啦。第三就係布施放生，積累福德，
改善運勢啊，咁啊即係多啲慈善心、慈悲心啦。第四啦，就係念佛修定，安定心念，接近解脫。即係我哋個心要定啊，要修心啊。第五，改變觀念，命運一半係嚟自外緣，一半係嚟自心態嘅。呢個呢，我都非常非常之同意。正所謂心態定境界啊嘛，凡事其實都有正反兩面睇嘅，咁所以心態好，自然睇見嘅都係好人好事啦。咁所以其實呢，佛陀有教我哋呢係主動去創造命運嘅喎。佛法嘅核心呢，其實唔係算命啊，而係自我覺悟，主動轉業。如佛陀所言啦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應作如是觀。係咩意思啊？即係話呢，命運呢係變動㗎，咁所以我哋都唔好執着啊，亦都唔需要畏懼，唔需要驚喎，而係要積極咁樣去修行，清淨我哋嘅內心啦，咁先至能夠真正嘅轉命、轉心、轉未來啊！呢個我都好同意。正所謂人心轉啊，命運就會跟住轉啊！你個心點樣去諗，其實某程度係真係會自我實現嘅喎。所以你心諗就可以㗎啦，就可以成事。心念當然要正啦，咁所以個念係好緊要咯。咁我哋總結一下啦，命運是否可以改變呢？咁照咁睇呢，其實係可以嘅。喺佛教嘅觀點裏頭呢，其實命運呢，有部分係由過去嘅決定啊嘛，咁但唔係全部喎。咁所以其實就係可以透過修行啦、行善啊，咁樣呢，去改心、改行為、做善業，就可以改變命運啦。所以呢，喺佛學嘅角度呢，主導命運嘅呢，唔係其他人，唔係邊個，係自己咯。咁所以希望大家覺得如果有人同你講話你條命係咁樣嘅呢，而你想改變呢，記住啦，要靠自己係可以㗎。好啦，咁啊今日又講住咁多先啦，下次我哋再傾過啦，拜拜。